吃动吃来做事。用我控制动作，我说呢，歌唱班，谢谢你们。哎，个青铜球呢？才刚在上课。来，我们行善后。啊，也迄个公馆乡福冈沙区福冈嘅国有班，从了10点过后堂哦，好来。今后堂辛苦嘞，辛苦嘞，要多离高收红休息，好来，辛苦了。刘宇慈，我怎么认识他？有缘呐，我们就是有缘呐。你就会爱朋友嘅太學同學同一個系，一級戲劇系。因為我要報時節，我有參加客家天師台嘅鬧熱大擂台嘅客家唱歌比賽。我那時候我就很想糾正我的客家話的咬字，老師啊。然後我就問我的女朋友說，哎，有沒有認識一個客家人啊？他第一句話馬上3個字劉宇慈，然後真的我跟他上課，哇，真係一撒懂腔懂不會講客家話給欣賞，所以今天就是來到苗栗，順便找他玩。為啲阿典故係因為哦，我嘅好朋友佢係做廣播嘅，原因佢就同我分享講，由於3年後，佢嘅雖然講佢係外國人。不過家己客家話講到動腔動厲害，結果真嘅就係緣分，冇想到佢係我太好朋友嘅朋友，嗰陣時佢要上去學客家話，結果佢就來請我講，哎呀客家話嘅歌詞我用版形音啦，我用版形講，佢就嚇到上我阿妹哦，因為用外國嘅朋友客家話講到暗髒咯，嗰陣時我就對佢印象當深，不過就認識阿典故咧。哎，欣賞真的是感謝你今天歡迎我來參與你的歌唱班。請返養，請返養。對，但因為我在台北，我有參與過一個客家歌唱班啊，然後我有唱過平板啊，但唱門啊，你基本你做得講嚟3個字。3個字，高幾句，高幾句哈，啊，就高2句哈。好。月光流來話來話山色。月光流來話來話，好，要蹲一下換氣哈。OK。就是流來放那山色，就是流來放那。半夜流來深那山色，半夜流來深那山歌流來用那山色，山歌流來用那。对，这个梦欣赏，好好听哦！谢谢，分享哈，分享哈，谢谢。好，哎，啊等等，我带佢去入邊嘅地方，我欣賞先去無限了。好，拜拜。好啦，謝謝約翰來了。安保，安康。謝謝，安之
顶古叶片啊，就是按呢福冈沙旗，你有发现到一两条树的动态冇？超级大。其實就像兩公婆同樣，嗰時候人家片啲人全部講人都公婆書，各位我很常看啊，對，公就是老公老婆的書，就裡面可能係說共生共下樣。所以是兩棵不一樣的樹，係茄冬樹和個種樹，就是結合在一起變成這麼大的一棵樹。就像公婆同樣安尼共下成塊，基本常看啦，唔睇幾多歲，兩三年加起兩條樹嘅800年。行較高，超過幾千歲嘅，加起來一張差唔多800人歲，一張500人歲樣。那麼老，那你祖先就是從這棵樹下來？沒啦，就係按頭擺時間看前面佢有針腳，帶你去看，就是前面佢有針腳，底下呀吼，佢講是講條嘢，就是扶脫下來，就下去搞水。你說哦，就是那邊嘞？嘿，就這個前面有針腳。所以你小時候也會去那邊玩水？我去搞水，嗰個韓國人看嘢片叫北港。北港。細時節啦，佢講是講生意咧唔好吐，唔好帶應膠，跟阿公啊唔好吐就是不好帶。然後如果一直哭，太熱啊，就帶部卡嘅生意咧來擺北港祈求平安，當年。所以我第一次去廟，我走進去中間那個門，他說那個門是給神啊。然後我又走去右邊的門，他說也要從左邊的門進右邊的書。某一片就係北港，就係像人家講嘅。其實第一人家總下那片啊，客家人拜最多的神明，就是鄰里的守護神，就是伯公，然後北公。去人家就是來拜北公。好啊。OK。祈求北公可比會入面嘅拍片嘅生生世世。頂古唔是嚟嗰入片嘅市場嘛，當多東西嗬。懂多東西。入片就係廣東人菜市場。OK，廣東菜市場。菜市場。細時節啊，當家人阿媽媽鄉下嚟攞菜市場。如果入市場當貼皮嘅人看，除咗有鳳爪、菜鐵嘅東西以外啊，韓國而可能隔壁鄰舍買肉嘅、買魚嘅，就係人嘅隔壁鄰居。古時候就在前一先用來點餐嚟用。哇，做在用 line 哦。都神奇哦。就會加條加嘅 line。啊，你要買嘅東西你就。哦。以前攞去點菜咧。哇，好方便咧。你買薑嘛韓國搶菜。誒，買。懂多東西誒。條價好。薑嘛肉係賣1件80。1件80，這裡買1 CD 嘛。對。那我們買1小塊。好啊，好不好？前4地就拉咧，因為差唔多呢。最4地啊，係啊，差唔多。幾下可以係1地，1地就好咧，1地就好咧。哎，你幾多錢？嗰個地全部就會吃價，用藥材咩？20元，很便宜咯。什麼20？20，係啊。台北我100塊咧。冇啊，貴。講客家話啊，冇問題。客家話懂腔哦。半年前。半年，係，冇咁錯。那有帶多錢啊？冇帶多又唔怕，送你也唔怕。看，用開去就按親切。懂親切啦。哇！20元。半罩哦，排泄啊。來嗆溫。這個是香蔥油，用香蔥油。用油這個粥誒。OK。這個用藥粥誒。這個超香的東西哦。就是用紅蔥去做。對。上面呢？蘿蔔乾。哦，按用講。蘿蔔乾。誒，這得用白蜆煮。要用嚟煮哦。哦，用煮。雞肉更好吃。哦。還是煎蛋。雞肉。煎軟的做的。切細細的。菜脯蛋有沒有吃過？哎呦，那個蘿蔔乾。這個概念。那個最老的，大概20-30年的。哦。是這個。那個阿婆嘅顏色。10塊，這煮雞肉最好吃。煲雞湯，後來佢家人張證嚟讓你們，什麼？而且一款搶菜，安子些。謝謝。還有搶菜。你看一下，哦，呢片係按度，你哋看一下，阿婆。誒，你好。你好。係自家種嘅嘛？自家種嘅。哇。阿婆種嘅，哇！阿婆一喺麥嘅搶菜要番薯葉、地瓜葉。
地瓜叶，红菜，红菜、空心菜，韩菜是苋菜，对不对？韩菜是苋菜。那就要找呀，韩菜一扎肉係買哪婆？35哈。 35。35。按这些看一扎。做得好，动态扎哦。100哈。100就做得嘞。按这些。谢谢。你好强哦，你讲客家话哎，你还会唱客家歌哦？真的吗？同山過台灣，冇半點錢，山盟大邊港上港天。好累啦！夠嘞，夠嘞。好嘞！我已經到你腿唱了，好再唱下去，我們就會有觀眾了。好棒，要現場內語了，太棒了，太配合。感謝你嘅支持。你好，参考一下鸡肉、鸭肉，看哪样的？好正嘅，調價肉。哎，好。一係你有看哪樣？我想要看較正嘅。較正嘅。鴨種咧，老鴨種咧，看哪種咧？你推薦呢？我試時間，我做2種都好食呢。哦，我覺得2種都好。都好吃咯。都好食。鴨種咧就不用散給啦。好嘅，一系列。好，什麼你按這些？你有知道發現到這個皮？因為喺冰山嘅，都說這個皮的顏色冇同樣哦，就是皮的顏色不一樣。還看到。哎，有看到毒嗎？毒。一般人可能傳統看到客家菜就會講，哎，我揾吉醬，就是沾雞醬，或者是撒一點胡椒鹽。呀。有試過冇？條板？我有試過。試過。很久以前，過年嘅時間，我去中立。跟客家朋友是客家粽的時間，嘿，是白斬雞，然後也有這個橘色的蘸醬，好好吃哦。當好食哈，因為尤其係熱天，可能係就會卡生唔落，又唔會凍手，又不會很燙，所以就是直接這樣子剁，你聽到冇剁嘅，這個剁嘅，剁。你有聽到這個聲音嗎？有聽到那個雞的聲音。要加黑奶親切粉絲嘅，哇，懂親切，都有想到這個。哇，你看這個雞汁，哇。做得嗎？做得哈。做得。下面來拿一點水。哇，亮亮的，你看。哇，你拿先來試來。頂級亮 bling bling。你真係先來試試看呢啦。呀，乾杯。做得。哎，白斬雞乾杯，拍斬雞。白斬雞乾杯。別走。哎呀。好懂用哦。天哪。它的肉質。很嫩，能夠用嚟講細嫩，是有彈性的，非常好吃。有湯嘅鹹，裡面有醃胡椒粉，不得了了，真的是一口接着一口。它很高，你有知道嗎？這個皮，它的肥其實是，就是不會讓人家覺得很膩的。哦，然後哈，這個皮可以單吃哎，可以單吃，然後那個啤酒還是什麼哇呀！太讚了，聽針嘞！你們觀光人住得太好吧？好，跟等下，先等陣你去看其他東西啊嘛。好 ，OK，謝謝。拜拜。然後看到嘅也幾板條嘅啊，大概整公館哦，一天就會來食嘅，人都插菜板條，汁很多，懂好食哈？我真的是要用吃的，是不是很好吃？啊，這太好吃了！不好意思，我話不多，我想要趕快吃哎。對。動吃，來做事。阿弟哥，以後帶你去看一個鴨肉，那個是上門就買唔到嘞，不是我有些係我媽媽先，都去聽去了，你阿帶你去看。那個他媽娘，我媽媽有個劉班長哈，去骨的。去骨的，還有什麼？你們某家都某呀？係啊，吼，什麼？是去骨嗎？哈。對，去骨，然後用炒哎。好。你看。已經一下張8點，差唔多8點空誒，已經賣香香誒。哎，是已經賣完了。已經賣完了，不然呢？還冇嘞？沒有，我還以為老闆就賣這些而已。結果是，
人家生意当好哎，真的伊迄哦。弄点嘞，铁哥一直都在这边做生意，对，这个生意，对，做多久？做大概30几年。 30几32年嘞。哇，不过伊生意当好，也迄哦，跳拿送本来呢。可以顺便煮汤，送本。哦，送给我们了，因为一定给我薯摊呢。卖。给我薯摊呢，买板呢，很好哦，刚刚又送起盐城，然后又送一只鸭头，这是骨头。今天第一次来，好像就整个夜市要送给我。哇，也私藏哦，整个菜市场，对。可以放点辣椒。哦，辣椒哎。哦，OK。好，谢谢，什么调羹呀？哇，いただきます。我食嘞，係冇？等唔佢有看到嘅也幾半條嘅啊，那大概轉公館哦，那一天就會來食嘅。一天就會來。一天就會來食，那大概都台北東區，我想講一烘客家菜，我想是乜嘅，他就清想是有個半條嘅。就一直想念這個半條。你覺得它最特別的是什麼？你知道？你有看到嗎？嘅冇？它上面我今年看，椰豬肝，對，豬肝，豬肝，有人都插菜半條，雜菜半條，還有胎蟲，粉腸，粉蟲，對，粉腸，對，還有肉絲，豬肉。因為佢前提配嘅係佢當日早晨頭，每天早上佢說應該係美容市場嘅，佢就會到市場後買來嘅豬肉。哦，所以都是很新鮮，就當天來這邊切。當時是看人家嘅口感，一個表面就啲，鹹蠻愛，還有一個青葱油嘅，就係一個酒。喝湯。也沒同哎，不是湯，這個是來到，這就叫多霸氣，我們的霸氣韭菜就應該講偷油啦，偷油就是醬油。韭菜醬油，你是看過嗎？醬油在哪裡？偷油你有片，你看燜的偷油啦，就蘸醬，佢也喺底下，就得拿來燜，那個豬肉，蘸豬肉啦，蘸豬肝啦都可以，非常好吃，而且皮那個半條嘅韓國呀豬肉，一定要燜呀。你之前像很多都市當中，可能沒客家這種開發，就當時可能都你第一次看到這種韭菜醬油。我是第一次看到哈，那你趕快蘸蘸看。你敢吃豬肝或者是粉腸嗎？你喺講走身條黑是，走身條，對啊，因為可能做店。我們美國人，我們美國鄉下人嘛，我們是也是只有早餐才會吃內臟類的。黑牛板絲，也是豬肝。哦，配豬肝。對，配玉米粥。配玉米粥，然後全部混在一起。對，一樣的概念啊。一樣。對，你們的還比較好看呢。要看到我懂熊啊，因為熊油，這個是香油，就是我們剛才在市場看到的那個。跟阿婆講，他加個熊油，就是那個香蔥油，你給他試試看呢。那我先吃原味。我先吃原味看看。然後這個是板條，真正的板條，就是給黑暗用去用米去做，是用米去做的，不是粿條，跟粿條是不一樣的。哦，汁很多。懂後生哈？懂後是就是通常切這麼小，很容易乾。結妹啊，結妹濕濕。對對，好，沒錯。我分享呢，衝下嚟先哈。啊對，那個，我真的是要用吃的。是不是很好吃？很複雜，懂不？差不？哇，這太好吃了！不好意思，我話不多。我想要趕快吃哎。對，小小色剛剛好吃。阿典姑，我諗介紹一個農特配嘅農特產品，就算是我們的香料類型的配菜。OK。客家人同就會留一種怪事，就是啲人嘅有時一種怪事，然後嚟等下然後再做按鈕，按鈕鴨肉，對鴨肉紫蘇鴨或者是紫蘇豬肉，就說得用按鈕去做。吳大哥啲嘅長呢？哦，這個老闆嗎？我敢試看看嚟冇？
我直接看的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哎，吴大哥、泰哥，我带我嘅好朋友阿登姑来捞你。哦，天师哦，看过就是点。阿登姑咩？係嘛？好吧，你小送天师啊。来吃看看呐，用白形弄怪事对嘛？做得一分呀。啊，做得。今日咪做得下去哈。做得，冇問題。做得。我还想说，它塌下去应该就不见了。不要个怪事，哎，很凶哦。很凶哦。也就怪事嘅也就怪事啦。可以拆温看看吗？哎，可以。好啊。跟我用白形照，有人按太片哦。係啊，做咩公館本來以前中青島嘅怪事。是公館的特產。對，公館的特產就是這個怪喜。對，國語叫紫蘇啦。紫蘇。紫蘇。可以做紫蘇梅。對。韓國人家講紫蘇醬啦，韓國駐吹嘅時節當成香料類型，我哋不用下去。對，它香香。很像一種薄荷，但又沒有薄荷，它也有一點涼涼的，很像，也很接近刺蔥的葉。哦，對，呀，好好神奇的味道哎。給吳大哥睇講，唔得應該就來吃看那本，阿登過來體驗看看用板雜怪事。我按呢，素鴨蛋。素鴨蛋。OK。我吃看的嘛。Holding OK。哦，做的那個鴨蛋。Holding，對。Yeah。哇。哦，大哥英文很厲害啊！不好意思了，沒有。杭州的了。太細啦。這樣就可以了。那來試試看。試試看。加油啊！我做錯你就罵我。所以你會成功嘛？冇打送一個怪事哦。哎，這邊。對。我過到那天佢帶下嚟喂。啊！春勇版咯。按你做我呀，哪妹都一樣。按你較夾吼，希望按你扎我就講那樣。對啊，你不要玩看看。好啊，來試看呐。試看啦。我看下，按你，可以啊，多魚。多位蝦個魚。蝦個魚，按你。錯。哦。冇撇。冇上分啦。你較強誒。唔係強哦。好小把哦。對啊。沒有，我們手的大小不一樣。對。哦，這樣你發其實有啲怪事，這件係清後嘅東西，就是應該講也可以預防癌症，動到嘅好處。對。哇，有這麼多用處誒。阿登姑今日嘅我執地位呢，底下呢我嚟做澎湃嘅本色，好嘛？澎湃嘅。澎湃好料嘅人。好料。係啊，澎湃嘅本色，今日先嚟執地位。應該按你差唔多啦誒，按你嗬，應該按你就做得嚟嗬，按你差唔多，Justin 錯咧，懂多嗬，差唔多咧，一冚出嚟係籃子，一差唔多50啥咗嚟食，即係攞佢帶咗去，然之後嘅條架，然之後帶掉去再去嚟做，這夠我們吃到，好料給你試試看，可以，這夠我們吃到下一季。個韓國底下呢，韓國帶去嘅，咩所謂人公館鐵油嘅鐵山嘅之一，裡面睇下就講人公館有一個紅寶石，你知道是公館的紅寶石是什麼嗎？唔知哦，嘅人先嚟拿下嘅怪事，嘅條架人先帶走了。好啊。安子生哈，謝謝。安子生，嘅人先有很美料哦。好得唔好講客話，望下都個欠唔好講英文。英文加油啊！我係拜來講英文。條架安子生分享，謝謝。淑慧姐，嗨，你好。我們現在猜一個，我就可以直接吃。好，我們現在可以。你的後面頭要片哈，試試看，然後可以看上面甜還是下面。很甜嗎？你先試試看它的醬汁的那個。有點嘟嘟哈，很配飯哈，差不多了。不是我自己老王賣瓜吧？還沒一口食。因為我吃到那麼好吃的東西，我通常都喜歡吃飯哈。你喜歡吃飯嗎？沒有，我喜歡摔東西。我覺得天啊，太好吃哦！動吃，來做事。公館有一個非常特色有名嘅，就是這個紅棗，然後是應該講係公館鴉片的特色產品、農特產之一。佢係用鴉片，然後看蜜棗菊鴉片啊，佢係用有機無毒無農藥的方式在栽種，各位本太假設起來的時間就會發現到，一個紅寶石
除了不然给身体做得较空天以外，那其实我们平常，你看这个是，你猜猜看，都可以塞着了给外边嘛，给就这个这，这个颜色，有，看到了，枫色哈，枫色，呀枫色，所以它就叫做红宝石。好啊，那我们去看有什么东西。好，啊，去。鱼在这边好漂亮哎，嘿哈，你是不是带我来野餐哎？你有没有吃到？然后带你请淑慧姐。淑慧姐，你哪一？你这个片。我心机哦。我生意哦。哎呦，有羽毛。有淑慧姐。嗨，你好。嗨，欢迎你们来。现在是彩虹藻盛产期。哦，你们可以来帮忙。时间系冇？你有红炸多哎啊。对，很香哦。很多。你敢没爱？啊，你看俺给配阿丁骨。做得来天顺鱼吗？做的。哦，太好了！要怎么看它可以摘了吗？我们要看它从这里啊哈，它要那个红这样子哦，它整个红下来，这样就是很红。你们会跳粉吗？试试看吗？我们现在拆一个，我就可以直接吃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。你的后面头要片哈，你要采这个摸起来硬硬的，是摸起来硬硬的，然后越大颗当然越好。哇。好可爱哦，难怪给人家讲给人的粉包上，因为它上面就是有点红红的。是，对。阿丁骨安尼做的嘛？可以，可以哦。太阳晒红了。1年几次可以采收这个？一次就1年一兜。对。那是你大概是7月采，什么时候种的？种这个树，它大概种3年以后。3年以后就开始开一点点。Yeah， 这个树已经快要30年了。童年呢，我们呐，我吃2边看看，会不会不一样的味道？我先吃这个，试试看，大家可以看上面甜还是下面？很甜吗？因为觉得有牛奶的味道，有内鲜。对，白色的是有一个香气，但是没有到很甜，也稍微偏酸一点。对，我觉得很甜的。但是就是看它树的阳光，红色的地方是甜的，采那个心情不好要来采红枣，真的心情不好，对，你看你这样采很多，一直拔就很疗愈哦。然后你会忘记天气很热。淑慧姐，我想问，像这个是有裂痕嘛？它整个裂开了，对，是。那这个也是。那这个是因为红枣它其实没有太多的水分，所以它只要有瞬间很多雨水或什么，它就会裂开。裂开之后，因为它很甜，所以其他的虫就会来吃。但是如果它只有像裂比较小的，对，我们就可以赶快再把它采起来，然后就可以晒红枣。摸起来已经软软的，可以再用软软嘞。对，那个就不能用了。对，它皱，所以还是要全部放进去。对，然后回到那边我们再采。对，再筛。哇，懂费工呢，很费工哎。真的。你看彩虹枣跟人生一样，你看不同的面，你就看到不一样的事情。真的呢。哇，你在这个田中学到不少东西，变成哲学人。对，真的。要你喊做带哈。是。采的时候可以吃吃看那棵树好不好吃。那现在到我们家要去晒红枣。嘿啊，有没有卡丁奶呀？你家在哪里呀？在上面。哦，这片啊，这你家哦。对，小心哦。好，生意哦。所以这个是刚晒好的红枣，刚晒好的，对，我们那个大的新鲜红枣，我们把它洗过，然后让它烘干以后就晒大概1个礼拜。1个礼拜，这个是已经晒了1个礼拜，对，你可以吃吃看，对。有葡萄干的香气。对，葡萄干。
它慢慢晒干，所以它的皮就变得很好吃。而且它晒干就感觉它里面的糖分是被浓缩，然后变更甜。对，当然也不会太甜，但是它整个甜味沾出来。对，4倍浓缩。淑慧姐，你就要带一点味呀，辅助，我们要带一点干的，还有嘎嘎哈杂的。对，我们来去做料理。对，我们选一些。对啊，好啊，一定要。我来做一套客家料理，迄我去甲同学分析嘅，等你做分享。我来做嘅係怪時鴨怪肉。時鴨肉。唔叫睇到係我做乜嘅話？紫蘇鴨。紫蘇鴨哦。紫蘇鴨。是蠻明顯。怪時鴨肉，我們叫做紫蘇鴨。這麼剛剛我想要做一套料理，係因為洗時間阿婆，幫我洗一下好。好。大家老公講這麼我做一套料理。因為洗時節啦，我家婆大概就要去個學雞鴨的，自己養雞養鴨。各位給用時呢，怪喜太準，我們客家人都很會運用當季食材。然後阿婆就做一個怪喜鴨肉本來是，哇，為之驚嘆，完全真的是3碗飯。吃了一次你就記了一輩子。真嘅，因為一套料理，你要偷出來你這一道菜啊。你就可以配3碗飯，你可以不用其他的配菜了。我也都可以切咧，也蒜頭，也係當蔥油嘅一隻靈魂配料，一定要有蒜頭。這個薑絲也是靈魂。在台灣，我發現這2個東西都是，其實這3個東西可能是最常見的。嘿，然後這個薑絲就可以吃。你平常會去搞地方卡做料理嗎？你平常會自己在家裡做料理嗎？我記得我們有一個叫做白色肉醬，它的白色肉醬是來自麵粉跟豬油，麵粉還有豬油，還有牛奶。但我們重點是，我們拿到這個東西，我們就會比如說把它放在吐司啊，或是別的東西上面，然後全部會拌在一起。哦，那你勾勾哎，對，勾勾的，然後你看不懂的人就會覺得是噴。哦。就長得很奇怪，然後我你給怪型，然後我給岔開油的喂，把它細細的。對，我就很熱情的煮這道菜給我台灣朋友，然後煮完我把它放在盤子上不到5分鐘，然後回頭，盤子不見了。為什麼？我說：“哎，你那盤呢？”他說在垃圾桶，他丟掉了。太誇張了吧，很好小哦。你就沒有晚餐了？就把它撈出來，沒有開玩笑。先放一部分蒜頭，我喜歡分2階段啦。各位還有薑絲，還有薑絲，就先讓它稍微軟化一下。哎呀，先都給煸香。其實怪喜啊，聽說對身體的好處很多。我阿婆啊，每次都說，哎，冇糖還後面要抽抽哎，就是你還是在嘴巴裡咬一咬這樣子，然後吞下去。他都逼我們吞下去。雖然我很喜歡吃這道菜，我跟你講，覺得最重要。你的阿嬤一定很香。為什麼？我剝幾個葉子都就覺得香到不行。我們就可以下鴨肉咯。你可以市場買鴨肉。哦，這個鴨肉我們有稍微先用酒去醃過。各位韓國嘅鴨肉啲嘅按你煸嘅時間，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煸一些的糖，因為我們待會會有辣嘛。然後這個時候其實也可以放一些的，待會可以放一些的糖，讓它可以更有味道。不用一點的糖。你們外國做菜會喜歡放糖嗎？砂糖比較少。來吃豆卡少。卡少哦。對，我們比較喜歡吃重口味的，很鹹，很鹹比較多。我媽媽愛鹽巴到一個很誇張的極端。你就同佢揀鹽控用啊？哎，對，冇錯。好，然後揀鹽控用。個人壓下一點不用那這味道。就像我剛才有說，有一個靈魂，就是一定要放一點砂糖。砂糖。也可以砂糖，先醃一些，但不能太多，讓人家吃出來，所以不能太甜。啊，不能太甜。對，不能太甜。要加，但不能吃出來。對，不能吃出來。好，要用時呢？哦，我們可以先加一點米酒去腥，再加一點米酒。這一定要加米酒啦，我覺得加米酒會比較香。然後這個時候可以放一點醬油，
后快好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点的胡椒粉。胡椒粉，好。因为你平常做台中外国的料理，你还会做一些台湾料理或客家料理吃吗？然后我这一次回去美国，我们做空肉。空肉。对。我会煮空肉啊，你看。对。而且我们是用一样是用姜，是用姜吗？我忘记了。一样是用辣椒，然后那个长得像星星叫什么？芭蕉。八角。八角。然后我们也有。我们带过去台湾的桂花蜂蜜哦，桂花的那种桂花面，然后把它加进去。我们用的汤是用桂花蜂蜜，很神奇。我全家爱死，真的哦。我爸爸他把它拿出来，然后他就弄一个三明治，他自己弄的三明治，控肉三明治，控肉三明治加 cheese 跟美乃滋。好了，你来怪席后嘛。怪席后，好了哈，好，那这个时候最后你看差不多的时候，最后一步就是放。这个怪席不用怪席，就不客气了。我们来试一点点，拿汤匙试一点点的那个味道好了。你帮我来一支，我也试试看它那个味道。你先试试看它的酱汁的那个，有点嘟嘟哈，很配饭哈，差不多了。不是我自己老王卖瓜吧，还没一口舌。因为我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，我通常是饭哈。你喜欢吃饭吗？没有，我喜欢摔东西。我觉得天啊，太好吃了。是不是？推荐太嘎是用平常事啊。其实平常在家里都，你回家也可以做这道料理，很简单，超好吃。你有觉得很难吗？懂简单啊？不难，对，不难，对不对？就其实就把食材放下去，对，主要是中间的调味。好，这道料理就完成了，怪席按钮，完成，漂亮。我最近我在家里煮这个鹹菜的时候，我发现其实猪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。客家人超爱的啊，他刚也懂喜欢。因为我那时候我买的都是没有脂肪的猪肉，不好吃啊，味道不好吃。那后来我买的脂肪很多，猪油，尤其是猪油拌饭，一定要有个猪油嘅香气。哎呦，你没听到哦？冷静，冷静。动次来做事。好了，雨池，主要煮的就是凤粥、泡菜面、味面。我有2个秘密武器，今天。黑马嘅。一个就是这个黑黑的。其实我也同时有看到呢，其实我刚才把颜色暗沉，怎么会有颜色这么黑的红枣？腐枣放6、7年。晒了6、7年的红枣，它有一种淡淡的酒香哎，要不要吃一小口？好啊，试试看哎。对，为什么很像乌梅子感觉啊？很像，有点酸，更酸，还是带一点甜。所以我们首先呢，就是要先把红枣去籽，而且去籽啊。对。然后我们去籽的过程中，我们好像也可以煮这个面。好，就先煮面。我发现到呢，你根本一准备啊个面，也是我们没有的广凤粥面呢，红枣面呢，也就是这边的特色。所以就整个就可以用凤粥做料理就冲来啦。对，那我先帮你去籽哈，把它去籽这样。应该半包就拉嘞，应该差不多半包。我觉得半包应该就差不多。那就这样。当初啊，我叫我是去台北读书，我就会老爷给做，带去做水果，把枣子当成水果带去台北吃。是哦。然后有一天呢，我室友就说：“哎呦，就像你讲，你妈妈讲哎，你给我这个是槟，应该讲槟榔了，就槟榔。怎么在吃槟榔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这个是红枣。”他说：“你是赖强强，你吃的绿绿的，哪里红啊？”那因为他们都只看过这种晒干的，对，然后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赖强强可以没黑凤粥，很多人吃它原味。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听懂眼睛哎呀，那呀嘿，没来过公馆之前才知道了。你没来过公馆之前，你有看过这种绿色的红枣吗？没有。那你的玉米笋要怎么切？玉米笋我就切小丁，斜切可以吗？都可以，小丁、大丁都可以，贾斯丁。啊，让我切了可以就上来。不好笑，不要笑。来，我 get 不到。get 不到。来，你说什么？
那么我就帮你切丝喽，因为要煮汤面嘛，对的哈。我也拿我第二个秘密武器哦，这个很厉害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会偏矮哦。这个东西是几厉害？客家菜哦，客家特别的菜，鹹菜。这个东西我有一天我要去美容外景，对我前一天吃坏肚子很严重哦，我就去看医生打点滴啊什么的，然后就隔一天吃药，然后就去上班，然后我到美容我什么都吃不下。在中午的时候放饭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一个腐菜汤，泡菜汤，泡菜汤，泡菜猪脚汤，好好吃哦。酸的东西，因为它是酸菜嘛，超级开胃。我最近我在家里煮这个鹹菜的时候，我发现其实猪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。客家人超爱的啊，他干点东西饭。因为我那时候我买的都是没有脂肪的猪肉，不好吃啊，味道不好吃。那后来我买的脂肪很多，猪油，尤其是猪油拌饭，一定要有个猪油嘅香气。哎呦，有没有甜甜的哦？冷静，冷静。好嘞，来让你看一下。好的嘛，我先帮你捞面好了。让我聊起来啊。好，那我开吗？哇，滋滋作响。等下我嘅面这样子，我等下哦，酸条啊，让我切的。酸条还没。蒜我觉得可以下。好。蒜条。嘅酸條加等下加，應該就係泡菜大面就得看下，讓它有那個香氣。因為我聞到了，只要蒜頭一下就好香哦。哇，越來越香哦。哇，應該差唔多都得不用米酒嘞，我知道。差不多可以放一點米酒，一點點，不要太多。一點點。覺得呢？哦，差不多。好，可以再拌一拌。用两个水，差不多要放了嘛？差不多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喂呦！开门了。做对了，哎，好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然后放这个剪好的凤爪。好，剪好给凤爪。加进去，还有我们的秘密武器。哎，生类给煮出来，我有这个感觉，菇类可以先一起下去，然后待会锅盖盖着，让它可以菇类他们可以一起放哈。哇，这颜色猛将，这颜色很丰富哎，很丰富，什么颜色都有哎，白色。看一下，希望不会有人过来把它丢掉。经理，哎，不然就尴尬了。说我真的会以为。还是有没有漏洞？你以为是厨余对不对？你没听不懂这种颜色嘞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很丰富，营养价值很高。看得出来，我相信。好，我们加盖子吧。好，谢谢。你的看法呢？你觉得会好吃吗？因为我不曾，我唔是加过一个6-7年嘅凤爪，我说我唔是去了一个米线用版的。6-7年应该还是安全的啦。好，我们刚刚熬汤，给我们的腐菜一点时间，让它的味道散发。那我们现在要加我们的菜，抢川，对，再加一些青菜进去。对，哇，你这个真是色香味俱全呢。对，哇，有泡菜香。哦哟，有。当然要不要下去，要抢车，我帮你注意哈。对，注意一点。好，然后面，我们先加一点盐吧。加盐巴。拿给问过。我们的面，就把它加进去，好，拌一拌。哇，好来看一下，给切面，还不用加给凤爪。对，我们撒上去，然后就完整。好，那我就撒了。撒，好，那就不用了。哦，撒很大。是那这个按钮就做得来啦。对，好，完成。这样就完成喽。你等下来试试看呐。要试试看。哎，我嘅暗肉还没有看得到好色啦，但是超好看。先是暗肉，大家来试试看我嘅面。OK， 好，试试看面。试看看。应该
いただきます。哎，我吃的哦。啊，吃饭吃哦。饭。吃一下呀。哇哦，我懂为什么要有饭。你看看它的酱汁。它的酱汁那么多。对，我要先吃了。哦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很适合配饭。首先，因为它的鸭肉已经把所有的姜汁都吸进去了，鸭肉完全不会干，又很嫩。是一点芫荽，加上紫苏的香气，紫苏的香气，怪喜跟鼻头。你知道我家乡那边，我们来形容东西好吃，我们会讲大牙阿婆好吃。大牙婆好吃就是很好吃的意思。大牙阿妈好吃的，超级好吃哦，就是我们南方的。就阿嬷煮的东西是最好吃，不是？是不是？对，阿婆煮给青红色，阿婆给米西。我找一个阿婆。阿婆，开玩笑。那我来吃吃看你的面了。好，你做的面，看有没有你的鸭肉那么好吃。好，你的食材吃得出来蛮天然的啦。目前是有一点敷衍哦。哎，不过叫公馆农飞的凤州面当好食。有。好险他救了你。有没有？公馆的味道有，恁懂度哈？有哈，没给我有淡淡的红枣味，淡淡的红枣味，红枣味，以后是这个配咸菜，咸菜跟晒6年7年的那个粥味，粥味，好吃。用白型，今日几日的行程好了。有感受到客家庄相应的地方吗？整天下来有没有觉得来到客家庄有一种很迷人的感觉？我必须说有一种出国的感觉，出国的感觉，就有点世外桃源。我来到台湾这么久，那15年，然后对我常常是跑部落啊，什么16族都已经看过什么的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接触到客家文化。那对我来说，我来到台湾这么久，然后终于有一个新的东西这样刺激到我，那感觉我重新挖掘台湾了。你就会发现到，其实无空用族群真正係家己文化啦，韓國食嘅東西，雖然說大同小異，不過還係有個在地嘅特色，就在地的那種特色。對，就比如說我們這個30多年歷史的田，作尾酥啊，我們吃的這個你說的那個紅棗，它是6、7年。我今天早上也看被醃好像20年的菜脯，都配來就是蘿蔔乾，一樣是放久就變黑色的了嘛。對，沒錯。然後就是你根本還不知道那個東西到最後會不會很好吃，但是你們就是有盤飯，就是有這個自信，就是有這個認真。然後一天下來，在不管是大哥的紫蘇田啊，或是老闆的鳳奏鹽啊，或是在菜市場，就看到每一個人都是很認真，然後又很親切。過韓國人菜貼，大部分人就係自產自銷，對，就自給自足，就會講，哎呀，我去搞種個菜，我自己種的菜。然後，所以我們今天運用的全部就係苗栗公館，都是我們今天在苗栗公館取得到的食材，然後吃得很天然、很健康。哎，這個鳳奏茶就喝了可以滋補養生，然後也可以養顏美容，多喝一點。可以啊，我們乾杯。好，我們要敬什麼？我們今天在苗栗公館，就是這一切很圓滿、很順利，讓我們吃到這麼棒的食材。對，然後我們料理。公館，執啦。公館，讚。有公館鳳奏茶，很好喝哦。調羹用應該有加點冰糖，有加點黑糖或冰糖，天然的香氣。淡嘅甜啊，淡嘅甜味，不是化學的甜。對，不是化學的，也不會過甜，不會有的飲料是太甜，然後會留在嘴巴上，這個是很順。這就是天然的花茶啦，就是鳳奏茶。乾杯！乾杯！閉早。閉早，你叫我閉嘴。閉早就是乾杯的意思啦。水比转天堂，梦到花蕊叫转花苞，梦到树，水彩一碟印地土。
一场梦就寂寞如